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8月19号礼拜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配合国家长期照顾计划，安平区公所申请5位替代亚男来参与社区关怀，不止得到各界好评，公所嘛特别将亚男伫社区内面服务长辈记录写成册，推出全台湾第一本以长照作为主题绘本，协助推广长期照顾的观念。安平区公所对去年9月申请5位长照替代亚男加入安平地区长期照护关怀服务，每一位亚男拢有医疗背景，会当妥善照顾着社区长辈各种层面。5位替代亚男亲自社区陪伴长辈服务，得到长辈介意。每一摆拢会期待亚男来社区服务，而看到因就亲像看到家己的孙同款。因来看，我就当作是阮孙，爱当作我是因阿嬷，阮安尼互动了足好，感觉精神上看到因遮，阮就看到像讲看到阮孙，足尊重啊，伊足有大有细，教阮足济我讲袂了，足济物件拢伊教。有一个就是帕金森氏症的阿公，然后他行动不太方便。可是他其实还是有能力去帮忙大家收拾他的收拾桌椅这样子。可是当他要做的时候，就会被其他的义工阻止。然后这时候呢，我就过去呢，邀请他跟我一起搬桌子这样子。然后搬完之后呢，他就非常的开心，然后跟我握手这样子。然后在之后呢，他只要来到这个社区，就会有这个很高的主动性，而且对人的那个互动也越来越好。安平区长赖清如表示，透过长照替代亚的加入，突破过去的模式，让社区长照服务会当更加多元丰富，包括亚男对当中还是得陪伴。今年就是特别把这1年来做成这样子的一个纪实的绘本，其实这个是一个全国的首创。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本书，可以让大家了解，长照在做什么，而且他们在讲的，虽然他们5位都是具有医疗的一个背景，但是有时候医疗背景跟长照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他们发现，其实脱掉白袍，他们还可以为这些喜大人做什么，然后他们觉得说，其实陪伴还有那个倾听是最重要的。安平区公所推出全台第一本以长照作为主题绘本，以温暖的文字、古锥的图画，将5位替代亚男用心甲专业的服务完整记录落来。未来这个绘本嘛将伫台南市各区图书馆上架，协助推广国家长照政策。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古迹景点真侪，文化局为了营造入口意象，所以伫古迹头前的铺面拢会改连锁装，甲一般的点仔甲路面有所区别。不过连锁装的铺面拄到车流量大，路面容易无平损坏，甚至机车族嘛容易触倒。对此，议员林美燕要求市府相关单位校正会刊，要求重新检讨规划。关市下并进前，文化局为营造孔庙或者是其他古迹头前的铺面有较无同款的入口意象，所以纷纷改成这款连锁装。不过因为长期落来，特别是有动车经过路面，一个生态工法容易松动下陷无平，不止增加路面维修的困扰，更重要是造成行车安全的威胁。嘛，附近的商家建议恢复原本的点仔架较规气。车驶过到尾迄内底有迄个浆，爱喷起来会去触到人，对不对？包括车停伫遮嘛，拢喷甲规拢车啦。所以讲迄个落雨天过就拢加减拢会喷嘛，爱切落嘛。所以我讲不适量啦。你若到2档，你就改一改啊，是毋是伤浪费？是毋是讲你当点仔甲封过，铺过，内底迄这段期间甲用红色的，无共款色地，安尼就 OK 啊嘛。安是毋足水。假是经过议员林美燕了解，孔庙头前的连锁装无到1档就修好2摆，而且现场拄报过以后的铺面根本无达到当初提升古迹形象效果，颠倒是色差灰糊糊。
对此，议员要求公务甲文化局爱看局处重新检讨铺面。文化线人手上它本质，你哪怕是挡车嘞，它没有办法承受到就是车子这样子高密度的使用，还有重车，它会压嘛，它会压，然后它就会下线。那这一段时间，我们现在看到，在礼拜六的时候，它才刚刚完成修复的这个动作，但是路面真的很漂亮，坦白说很漂亮。但是我们蛮担心的，它下一次修缮什么时候还再来？什么时候还再来？因为这个它到底有没有发挥如同文化局之前所规划的路口意向？它的意义有存在吗？如何兼顾入口美观、安全适应，却袂浪费人民血汗钱为前提，由台市府好好来思考改进。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讲到交通问题，大型车辆时常传出因为视线死角造成事故，甚至是死亡的车祸。所以中央15号宣布，今年佮要加码3亿元来补助大型车安装行车的视线辅助系统。不过，议员刘伟英表示，自从中央修法并且提出补助以后，咱公部门的大型车安装率竟然是6度上低。所以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带头2个月内全部正式完成。议员刘伟英表示，交通法规106年已经修法，要求107年出厂的大型车辆需要装设视线辅助系统，来减少司机转弯时的死角，以维护用路人安全。不过，议员不满召开记者会，质疑到达市府犹原有487台公部门的大型车也未安装，未安装率已经是6度排尾啊，所以要求2个月内尽速完成。希望我们的台南市政府应该要以身作则，因为这个工具车一来他们是长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路上去做市民服务之用，那如果这个造成了伤亡那这样子这个反而更容易造成纠纷。那所以我们这个很期待在这边这个严格要求台南市政府应该要在这个2个月内应该把剩下的487台还没装的大型车的视野辅助器赶快把它装好了那这样子才可以保障市民朋友的安全，也可以保障这个我们这个在使用这些大型车，我们每一个这个公务人员的一个安全。对此，秘书处回应，主要2个月内会配合办理，8月底卖对外宣导申请补助的作业。据了解，目前对简单型到环境的种类无同，对1万桶块到4万外不等。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了和民众更加认识国学的文化，台南市国学书院传统文化基金会特别举办研讨会，17、18两天伫交通大学台南校区来举办，现场邀请多位企业家甲专家学者，其中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嘛以董事长的身份出席，分享伊的治国理念。台南市国学创意传统文化基金会所举办的第5届国学文化甲企业经营的研讨会。17、18号两天伫交通大学的台南校区举办，邀请侪位的学者来讨论国学的文化，
基金会董事长王金平17号也特别出席主持开幕典礼，现场伊也分享伊的看法，认为王道就是处理国情之道。我是希望我们国学文化在这方面实在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那里一个企业主能够有国学文化的素养，这家公司一定是存在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人文的价值。还有呢，这个等于展现出人类真正最高尚的一个情操出来，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够成为一个清净的社会。所以我希望我们通过我们这么多最难得请到的，那在各领域里面都有相当成就的这些我们领导者一起在这里来引导来座谈，我非常感谢你们。除了国学的讨论以外，主办单位也邀请侪位的企业家到场分享因将国学运用伫企业经营的方式。我认为东方的心法是有优越性，西方的方法是有它的优越性。因为西方的方法是比较弄成有系统、有案例、有工具，所以你比较容易复制。心法要读了半天，因为心法又没有标准新的，但是方法是有一些标准在里面，像我们讲的 SOP， 就照做，但是 SOP 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东西双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方向。主办单位表示，明年也将会继续伫交通大学台南校区来举办第6届的研讨会，同时也邀请更较侪学者甲企业家来分享因的经验，希望有更较侪民众踊跃来参与。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下面的健康资讯提供中年男子的注意，如果最近体重增加、精神无好，佮容易起性地，这时代考虑敢是到病院检查一下。因为一名单身男子的太太，因为看先生愈来愈笨蛋，硬压到基于病院检查，才发现原来是睾固酮低下。40几岁出头，就已经进入男性更年期。睾固酮是影响男性生理甲心理运作非常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是来自蛋粉。如果睾固酮低下，会造成查甫人体重的增加、精神无好、性功能甲脾气变歹等状况。通常拢较后发生伫中年男性的身躯顶，也就是查甫人的更年期。基于医学中心的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有类似的状况，也要提早到病院检查，将影响降到上低。临床上到底会有什么一个表现呢？其实在，一个男性他进入一个中年或者是青壮年之后，其实他陆续就是会有一些症状的一个出现。那其实很多人都会忽略掉，包括说有些人情绪，怎么奇怪，好像进入中年之后情绪越来越不稳定。有情绪低落啊，或者是情绪暴躁的这些问题。那当然，男性的一个健康，男性的健康，我们另外一个其实常注重，就是说所谓一个性功能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的勃起的一个硬度、勃起功能障碍，跟他性欲减低，这些都是睾固酮低下很明显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情况。特别要提到，其中里面又有一个情况，就是肥胖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肥胖的一个病人，肥胖它本身的一个组织。肥胖组织它本身就会容易会有那个睾固酮低下一个问题。那当然肥胖你不去运动，没有运动睾固酮也会低下，睾固酮低下返回来又容易造成这个肥胖的一个情况，变成一个负面的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那怎么去打破这个负面恶性循环？当然就尽早警觉到这个睾固酮低下，然后做进一步的治疗。那当然要搭配一些饮食啊、运动，那可能你的整体的男性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就会因此改善。这样。医师提醒，男性的更年期无亲像女性是发生伫月事停止以后，男性的更年期是慢慢变化，袂痛嘛袂痒，较高疏忽，但是也影响男性的健康，所以民众也要多加来注意。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台南一对翁某结婚，在当来试过各种方法，想要生囝，开要上100万，犹原无法度成功。后来到市立病院看中医，才发现未生原因是太太体质。经过4个月中医药的调理以后，总算有心，伫今年6月生下健康的查甫婴。
凌晨顶面袂生原因有真侪种，而且男女的状况嘛无同，为可能是男方情绪的问题，或者是女方卵巢退化拢会造成。台南一对结婚12冬，但一直拢无囡仔夫妻，多年来试过各种方法，包括人工生殖甲试管，毋过一直拢无好消息。最后来到台南市立病院中医部看诊，才发现原来是女方的体质造成。经过中药的调理甲针灸治疗，4个月后成功有生。和这对单身夫妻感动讲，台南市立病院中医部主任张仲宏是一位神医。这12年来试过人工，试了试管，中西尽量都不好，精神跟心理上真正压力就大啊，真正医生伊来请我伊受苦的。这12年加感谢我太太安尼加勇敢。经过我们中医的体质去分析说，它是一个什么痰湿的体质，还有寒闭包宫的体质那我们就利用那个针灸比如说丰隆穴、三阴交穴。那在用药方面，用半夏、陈皮、艾叶或肉桂等等。经过4个月的治疗它的基础体温好像达到36.7了，那也超过了14天那两夫妻就想说，超过14天是不是来验看看因为每次验就隔天就月经来这次验竟然出现2条线。中医师表示，未生问题相当复杂，会当先借着现代医学检查找出原因，佮再搭配中药佮针灸调理体质，设计出联合中西治疗方法来影响幸福人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1分地将准好，也是雷雨天气，温度26度到27度，落雨记录6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8月19号的中嘉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